这位不幸来殉职的阿兵哥是住伫个南投，刚发生代志的第一时间，伤势就非常的严重，从叶克膜来抢救。到昨暝7点，家属同意放弃急救，用专车甲送转去厝。昨暝9点22分来过往。伊今年才24岁，去做兵做4个月，搁13天，后个月初3就要退伍咯。想袂到发生这款的意外。至亲家属是真悲伤，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实在想袂到，讲今仔日出代志的是咱家己的亲人。大义达表现出自信欢喜的表情，生存的士兵在生时真热爱音乐，嘛该用音乐来记录生活点点滴滴。生存的士兵爱音乐嘛，真爱运动。相片内面，伊甲朋友亲人翕相时，看得出来伊的人缘真好。伊老爸老母真伤心，无得接受因后生已经离开世间的事实。非常乖巧、非常阳光的男孩，他朋友也很多，但是遭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接受。他是想要再考原住民特考，考不上，可能会想要签下去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你签下去。生存的士兵24岁，今年4月份入伍，8月初3退伍，想袂到讲剩13天尔，煞发生意外。有他在就是太辛苦了，对，太辛苦了。那叫你什么？安哥。啊，现在听不到了，会不会觉得？会啊，会，就会难过。亲人伫面册写讲，这个真艰苦，一直无多接受这个事实。想不到今日出代志的是阮兜的人，真正想要问国防部，敢真正有重视这个问题？生存的士兵顶礼拜才甲厝内的人讨论过退伍后的出路，因后爸阁鼓励伊签志愿的，结果这个梦想拢未赴实现啊！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